喂。啊。啊。要7点半8点钟再吃去。现在过来吧，我们这等着呢。不得行。现在来嘛，你不挣钱了。不得行，开钱都不得行，你拿好多钱都不得行。我这老远过来呀，我要吃个饭。没办法的呀。你加再多钱都不得行。好。我今天啥嘴是说？没有了，没得啊，啥都没得啊，不炒了，将就吃吧，将就吃，将就。都多少钱啊，老板？不用钱，来将就吃。那我们不要钱，将就吃。还是给点吗？不给，将就吃。好。谢谢老板啊。谢谢老板。不谢。你以前有没有见过背包客？背包客。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出来玩的时候。很少，没有，反正我没见到。你一个人，投资你穷就是个人啊。然后路上会遇到小伙伴嘛，就像这种，这个就是我在丽江认识的。丽江认识的。你有几个小孩？2个。你看那我都走啊哟，查。哦，他刚刚在这边啊。哎，那帮着收啊，那些收回来走。他有没有出去穷游过？那不得。是你不让他去还是？他从小都不得，没那信念的，因为啥子？一直跟着家很坚持一个人，但是那就泡啥，就买穿的、吃的，舍得不得了，屋头跟人堆起吃的。